買樓、移民、投資三個願望一次過滿足晒。新西蘭呢隻終極 Plan B， 以前你有錢都買唔到樓，依家由2026年初開始 ，Active Investor Plus Visa 持有人終於可以買樓啦。今日就同你拆解2026年最新版嘅新西蘭黃金簽證，點樣用3年時間最低居住要求，唔使考英文，唔使坐移民監，就可以全家人攞到永久居民身份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Al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 Angelo 羅立剛，一個有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。睇片之前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移民資訊咧，你就會知道㗎啦。舊制嘅 Investor Plus 咧，俾人話佢門檻太高，投資限制又多，搞到冇人申請。所以新西蘭移民局咧喺2025年4月就大改革，再加上喺2026年進一步開放可以買樓，明顯就係要搶全球高端人才啦。新嘅 Active Investor Plus Visa 咧係分2條路，簡單嚟講咧，你可以當佢係快車同埋慢車。快車 Growth Category 成長類別，投資金額係500萬紐紙，投資期咧就係3年，居住日數咧只需要住21日啫。你冇聽錯啊，3年加埋只需要喺新西蘭住21日。咁投資咩咧？就係主要投資喺基金嗰度。第二個就係慢車啦 ，Balanced Category 平衡類別，投資金額咧就係1000萬紐幣，投資期就係5年，5年入邊嘅居住日數咧就係105日。你可以選擇嘅投資項目咧就比較多啦，譬如基金啦、股票啦、債券啦，甚至乎係房地產都得。換句話講，投資得錢多，選擇就會多啲啦。以前就算你拎住居民簽證喺新西蘭買樓咧，都好麻煩，要證明你通常居住喺新西蘭，亦都變相你要交稅先有資格買樓。但係咧喺2026年初開始咧，法例就已經正式修改，只要你係 Active Investor Plus Visa 嘅持有人，你就可以申請買公寓樓啦、買 house 啦，或者自己買地起樓，咁一生人咧就可以用一次呢個優惠。但係咧你買嘅樓咧必須要總值超過500萬紐紙。但係呢500萬咧係唔計喺投資入邊嘅噃。除咗買樓，仲有3個 hidden gems。第一咧就係英文要求正式取消，2022年引入嘅 IELTS 嘅要求咧已經成為歷史啦，你唔使再考任何英文試啦。第二就係小朋友保護網，如果你喺申請期間或者批出咗簽證之後生咗小朋友咧，咁呢個新嘅家庭成員就可以申請 Dependent Child Resident Visa。住滿2年就可以同你一齊拎 PR 啦。第三，稅務着數，其實新西蘭咧係冇遺產稅啦，冇贈與稅啦，冇財富稅啦，仲冇全面性嘅資本利得稅添。如果你住唔夠183日，基本上咧亦都唔係新西蘭嘅 tax resident。即使你係稅務居民，新西蘭仲有4年嘅境外收入豁免期添。2026年新西蘭政府仲會推行新嘅 Revenue Account Method。針對海外投資收益，你賣出咗先至要交稅，仲有30% discount 添㗎。當然，世界上係冇免費嘅午餐嘅，呢個簽證咧都有啲伏位㗎。第一就係投資有 deadline 啦，當你拎到 Approve in Principle 之後咧，你必須要喺6個月之內完成晒你嘅所有投資。第二，你嘅錢係必須要投資喺合資格嘅投資項目上邊。所以當你作出投資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睇清楚嗰個項目或者嗰個基金係咪合資格嘅投資項目啦。第三就係體檢同埋良民證要求啦。就算你有錢，如果你有嚴重嘅傳染病或者疾病，又或者有刑事記錄咧，一樣會炒。不過咧，聽講係會有 waiver 嘅，但係 waiver 咧你就要揾律師搞啦。好多人都話新西蘭呢個投資移民貴，其實我覺得呢句説話有啲唔公道㗎。因為相比起英國嘅 Innovator Founder Visa， 新西蘭已經冇要求你有創造就業機會啦。以前澳洲嘅 Significant Investor Visa 都收500萬澳紙，都大把人申請啦。再睇埋我哋隔離嘅新加坡，佢嘅 GIP 要求仲高啊，又要請人啦，又有營業額要求啦，仲要符合埋個投資額要求添。咁樣睇法，新西蘭嘅投資移民其實
都幾合理嘅噃。仲有喎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我哋發現新西蘭政府處理所有新嘅投資移民咧，比以前快，比以前寬鬆㗎。今集嘅節目內容就差唔多啦。最後請大家喺 comment 話俾我聽，用500萬紐紙去做一個移民 backup plan 抵唔抵啊？記住 CLS 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